第2位分享者，来，我们邀请我们的婉萱回娘家哈，来，请婉萱跟我们分享，简单分享。他要在这边叫好吗？好 ，OK， 来，我们来再次掌声给婉萱。各位前大家午安。候选我有点小紧张。候选之前常会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今天我没有来佛堂，就是参与修办道，会是怎样的一个人生？之前常会其实我是一个蛮爱玩的人，就是下班之后啊，或者是之前学生时代下课之后就会去唱歌，很喜欢去 KTV 唱歌，然后就是只知道吃喝玩乐啦。然后但是想一想，如果我现在没有来参与修办道，就是还不知道说人生其实还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对，然后就是要借着友语来听道理，然后来悟这个道。然后讲师刚刚分享的那个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梦境的那要去解锁那个三把锁那个钥匙。对，其实我们心态是很重要的，必须自己要去把它解锁，才能看得更清这样子。好，谢谢各位。谢谢婉萱。其实自己心念只有自己知道，对不对？有没有人说，自己的心念可能今天你最了解我，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其实没有。然后如何放下？谁能教我们？自己。只有自己能够让自己放下。如果今天自己不想放下，今天再多的点传师啦，甚至是释迦牟尼佛来跟你托梦，你会放下吗？不一定哦。人家说住在佛堂旁边的，不见得都会来佛堂，对不对？但是我们各位浅显，大家因缘非常的好，都可以来到佛堂。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我们既然讲师讲的这么好的课程，我们也觉得非常好，受益良多。我们自己回去要怎样？要去实践它，要去实习。我们说学而时习之，对不对？我们学了就要去做什么？去练习，去实习，一定要去做。我们要练习如何透过自己的觉察，让自己去反省，然后去放下，然后去改进。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约定，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约定的目标，对不对？我们上个月约定目标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上个月有来佛堂吗？启慧班有吗？8月，还记得吗？有钱要给后学一个提醒吗？8月的我们的副持讲师是谁？第2次课讲师，还记得吗？师你浅显他在那个菩提心慧班，所以没有那我们这个月呢，我们约定的目标就是每天叩手100下。后学想要请问各位，有没有习惯在叩手呢？有，家里有佛堂的，应该是天天早晚线香都会叩手，对不对？是啊。那没有佛堂的怎么办？家里没有家庭佛堂的怎么办？我们可以找一个地方，清静的地方，甚至是书房啊、客厅啊，都可以。每天我们来练习叩手100下，可以吗？会很难吗？不会摆叩手而已啦，不难。然后呢，我们叩手的时候要做什么？我们这边主题有写，每日叩手与恶的连结做2段。老实说，我们这6万年来轮回生死轮回。我们跟很多的众生结下了一些不好的缘，那这些缘我们要怎么了呢？我们要行功立德。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坐在佛堂？为什么来听道理？我们就是因为想要行功立德，我们想要去了业，我们想要去消这个业，所以我们借由叩手去忏悔我们往昔所造的诸恶业。那呢，跟我们的这些无形大德去做一个解冤释结的一个动作，每天叩手把这个回向给他们，然后跟他们忏悔。我们从心真正的
做一个忏悔，然后呢，跟我们的冤亲大德，这6万年来的冤亲大德们，跟他做一个联系哈，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哦，我都有听到哦，可是好像有一些人没有回答。那我们再一次，我们本月的目标是做什么？拜后手啊，记得哦，每天哦，那后学也会努力的去实现哈，去实践。那接下来呢，我们是要来公告我们本月还有其他的课程。还记得我们每个礼拜3有什么课程？道德经，对不对？后学知道我们在座有很多那个前贤都非常的精进，都会来学习。那还有礼拜4呢，有白羊弟子的生死观，由我们从慧理任来带领的。那这个星期日有一个重头戏是什么？我们的青上经典班，对，我们经典班上的这一次上的是什么课程？道德经啊，我们是道德经。有没有人没听过？没有去过我们那个婴儿圣堂上这个道德经？都有报名吗？我们这个礼拜下个礼拜日21号，对不对？21号我们相约神园山，我们的青上教育经典班相会，可以吗？好，或许有听到，坐前排真的是比较亲近哦，所以下次坐后面的要轮流，我们要轮流坐到前面来哦。对，还有菩提心慧班，对，青上的教育，那还有针对我们新道心的菩提心慧班，那如果说我们想要更了解我们就是来佛堂我们要做什么，或者是有一些像菩提心慧班的课程，不一定都是讲那个经典，佛经经典，还有一些生活上的智慧，很多讲师他有一些好的经验会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还有青少年班的，也是青少年班的课程。如果说家里呢有那个高中以下的学生小朋友都可以一起带到我们的婴儿圣堂一起来上课，都可以报名哦。找我们的组长或领任各组的组长跟领任来做报名。那还有呢，我们每个月的最后1周星期五，我们爱祥佛堂有什么成全班？还有一个成全班，那还有呢是大内成全班是哪一周？第3个礼拜的星期1，有固定一些前贤都有去大内的成全班还有仁德的成全班，对不对？我们就是尽量有班，如果说当天有时间的，我们都可以找我们的组长去报名去听一些成全班。其实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讲师有学习的机会，那让我们的新道亲呢，也可以更怎样，更明理，然后呢，可以跟我们更接近。我们透过这个班次，让我们的心怎样，可以拉近。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做回向，我们要来做诵经跟回向。那弥勒救苦真经，那个一空再麻烦帮后学播一下。有人需要拿纸张的那个纸本的吗？还是？